大家好，今日我哋用可變電阻嚟控制 LED 燈嘅閃爍速度。首先，我哋攞一粒紅色嘅 LED 燈，長腳正極放喺 A2，短腳負極放喺 A1，再攞一個330歐姆嘅電阻，由 E2駁去 F2，跟住駁電源，由 Arduino 嘅5副腳位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，再由 GND 腳位駁去負極。之後我哋由 E1駁去負極。再由 J2 駁去 Arduino 嘅 D13腳位，跟住到可變電阻，我哋將佢三隻腳分別插喺 A25、A26同 A27。駁線方面，中間嘅 A26係信號腳，駁去 Arduino 嘅類比，輸入 A0；左邊嘅 A25駁去麵包板嘅正極，右邊嘅 A27就駁去負極。好，硬件駁線搞掂晒，我哋打開右上角嘅程式碼。呢段 code 嘅重點係透過 analog read a zero 讀取可變電阻嘅數值，然後直接放進 delay 入面，用呢個數值嚟決定 LED 閃爍要等幾多毫秒。check 完個 code 冇問題，就可以點擊開始模擬。你睇，當我哋去扭動粒可變電阻嘅時候，往左扭 LED 就閃得越來越快，往右扭閃爍嘅間隔就會變長。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！